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一些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首先是这个彭博社又放出小作文说中国银行监管机构数周前已开始要求大型保险公司上报对万科债务的风险承担，以评估万科需要获得多少支持才能避免违约。消息指两家将年金资外包的保险公司于本月较早时亦被要求旗下外部投资组合管理人检查相关风险。这个被解读成说监管机构要求保险公司支持万科，这是彭博社的小作文。这个说明两个问题一，说明万科确实到了水深火热时候，一到年底万科它就过不去这个坎，年底清账都要钱过年。然后至于说监管机构要求保险公司支持万科，那这个就好比监管机构要求银行支持民营房企一样，要求银行对民营房企和央企国企一视同仁，一个道理。保险公司有保险公司的 KPI， 人家有人家的风险，万科如果不行了，人家他怎么支持万科？他得赶紧把那些资金要抽回来，不抽回来这损失就由保险公司承担，保险公司赔得起吗？风险就转嫁到保险公司身上。所以说这个监管机构要求保险公司支持万科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近日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 8.3 亿元，执行法院为北京市第3中级人民法院。天眼风险信息显示，该公司现存13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53亿元。只能说情况是越来越恶化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恒大 1.2 亿元债权1亿元起拍，说工作人员称建议起码准备50万元现金参拍资金。他说近日阿里平台就是拍卖平台上线了一个对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2 亿债权拍卖的项目，起拍价仅为1块人民币保证金6000元。这个咱们昨天也介绍了，他今天报道的时候说了他说从拍卖公告看，此次拍卖的债权实际上是恒大的子公司欠的这个上海早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截至发稿时，该拍卖已有4万人围观，220人缴纳保证金，竞拍将于12月25日正式开始。那这个咱们还可以关注一下，起拍价1块钱，现在已经220人交了保证金了，保证金是6000，然后你就拍吧，看最后谁花了多少钱把这个 1.2 亿的债权给买下来了。如果他花了1万块钱把这个债权买下，然后到时候他 1.2 亿跟恒大要回来了，那你说说花1万最后挣了 1.2 亿，什么概念？1万多倍天下有这么好事吗？说当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将上述拍卖公告发送给深耕拍卖业务的某资深人士时，看到1元起拍价和6000元保证金，其当即表示我也去报个名。该业内人士看来，1元起拍价的设定更大意义是吸引市场关注，预计大部分参拍者都是凑热闹的，几千元保证金也不高，如果参拍的话还要提前做好资金预算。不过像这种复杂的债权拍卖不太建议市场普通投资者参与，就你没有搞过这种不良资产，你就一边歇着去吧，别凑这个热闹。我们看这样的新闻我们要从债权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如果你有碧桂园的债权1个亿，或者你有如创的债权1个亿，或者你有万科的债权5个亿，那些保险公司不都有万科的债权吗？他是万科的债主当他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这万一这个万科或者碧桂园，碧桂园已经不行了万科要黄了，那你说合着到时候5个亿的债权起拍价恐怕也是1块或者5块10块，你能拍回来多少钱呢？你说这些债权人他能不瑟瑟发抖吗？他现在想办法能薅一点回来是一点，你说让债权人还是再等一等，再忍一忍，再往里加点钱，你觉得这不是反人性的吗？所以我说彭博社的小作文不靠谱。你监管机构要求保险公司支持万科，那只能拿嘴支持。最近媒体又开始吹这个民营房企或者其他的房企积极拿地，同时又吹这个地方政府积极的收储，就是回购开发商手上的。我想这样的报道非常多实际上玩的都是障眼法，赢2回。怎么叫赢2回？我们看一个报道这个越秀地产涨价5亿元，拿回1个月前退地。12月23号，越秀地产以底价约20.23亿元竞得广州市海珠区大冈围地块，折合楼面价约3.35万元每平米。该地块为2类居住用地，总地面积15489平米，
米，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大概在60398平米。从地块位置判断，越秀地产这次摘得的正是11月13日以5.29亿元现金补偿退还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大干围地块，彼时地块性质为商业用地兼商务用地。这个新闻啊，这太高明了。所以说你政府出什么政策，对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耍的团团转，耍的飞起。不是专家说了吗？让地方政府出钱把那开发商手上地买回去吗？1个月前，广州政府把越秀手上一块地给买回去了，然后1个月之后呢，越秀又从政府手上把这块地又买回来了，加了5个亿。就问你服不服？玩的是什么游戏呢？玩哪一出呢？政府把地越秀手上买回去，你看看，这是政府收储啊，这是一个 KPI， 赢一回。你看政府响应号召嘛，也听从了专家的建议，把这个越秀手上开发不了的地回去。同样还是这块地啊，1个月以后，越秀又把它买回去了，又加了5个亿。你看政府还挣了这个，又是这个房企积极主动拿地，预示着房企日子好过了，预示着这个楼市啊止跌回稳。你看开发商这就开始拿地了嘛，是不是赢2回？一买一卖，地方政府挣了5个亿，这工资又可以发了。那越秀为什么把这个地买回去呢？同样一块地，对吧？因为啊，政府从越秀手上买走的时候，它是商业用，只能建万达广场，类似这样的啊，或者写字楼。那玩意儿建了之后，你说万达现在都活不下去了，你再搞个万达广场，开发商没法弄啊。哎，政府把它一变性，对吧？这玩意儿政府变性的就开会表决一下，这个地就变成住宅用地，盖了之后卖给韭菜，一下好多了。然后地方政府又多赚5个亿。它这个设计啊，容积率增加了，现在是6万。我不知道广州的房价怎么样啊，它那个地方位置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举例子啊，假设它卖5万一平米，至少是30个亿。他是花了多少钱呢？20亿拿的，那至少还有10个亿的利润。这10个亿只要把房子盖起来，建筑成本啊，它精装修也顶多撑死了啊5000，也就是他只要花3个亿盖完了，他还能赚7个亿。这7个亿里面，你再给他算上资金成本，最少赚6个亿，当然还加上税啊，那也有3个亿的纯利润。我这是假设他是卖5万一平米，他还卖4万呢，还能赚钱。但是那个位置恐怕是核心区啊，他盖估计盖的是像上海的什么豪宅，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有豪宅还能有卖得掉啊，核心区对吧？造成这种稀缺性，不愁卖。你看看这么一盘，把那块地也盘活了，把越秀也救了，把地方政府了5个亿收入，再加上税，最后就是韭菜买单。当然了，是有钱的韭菜买单。你看上海都是5000万的房子，3000万的房子都是日光盘嘛，深圳也是啊。那个广州他肯定要造这样的房子，他再造1万一平米的房子没人买，那房子大量过剩，他很有可能造那种10万一平米的房子。广州啊，所以你看地方政府这么一进一出，一买一卖，越秀和政府互相刷单，互相送业绩，最后就等着韭菜买单就行了。这媒体报道啊，说年末土拍迎来翘尾行情，多家民企房产拿地，你看看都是这种情况。前几天咱们还报道了碧桂园拿地，结果碧桂园人家自己辟谣啊，我这可不是拿地啊，是政府硬把地塞给我的，顶账用的，我要把这地卖掉，对吧？保交楼。但是媒体一报道那是碧桂园拿地了，那感觉碧桂园活过来了，回光返照啊。所以在媒体这报道里面看，这简直现在不仅是止跌回稳，而且是欣欣向荣。房地产行业啊，实际上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最近网上流传一个绿地集团的，他的西南片区的同事啊，联名信地大家知道吧？那也是上海的，反正混改企业吧，他的第1大股东、第2大股东都是上海国资委国企。绿地爆雷爆的比较早，但是一直啊不温不火。但它也不像那个碧桂园、恒大那么尴尬，也不像那个融创那么尴尬，但是也不像保利还活得很滋润。我知道啊，各个地方的绿地中心啊，很多都在停建，没钱，有的就是建好了没运营的非常烂。绿地中心啊，它有写字楼、有商场，还有酒店，有点像万达，到哪儿就搞综合体嘛，城市综合体都是地标建筑。结果你看啊，他西南同事联名啊讨薪，他这写的特别长啊，什么亲爱的所有绿地南事业部同事，绿地深耕西南20载，经历过雨雪风霜，也取得过累累硕果，这是属于西南事业部的荣誉，更是每一名员工的辛勤劳动成果。而最近几年恰逢技术行业波动，市场经济整体下行，公司在经营上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和困境，这是有目共睹的现状。写的还是比较感人，很长啊，我前面就不说了，后面他们的诉求啊，他说无论
你是成都区域的还是其他区域的，我们都是基层员工，都是工人阶级，都是为了自己的合法利益和生存保障，请站出来，行动起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错过这次机会，将不再有人站出来。他说，绿地成都中心全体员工诉求如下：第一个2024年12月13日之前务必支付2022年、2023年福利补贴和2024年社保、医保公积金。前面咱就不说了2024年社保、医保公积金都没发，这是绿地的职工成都绿地那成都房地产不是挺火吗？不是一直独秀吗？这独这个绿地成都公司难是吧？还有第二个，2024年12月18号之前支付2024年应发的5个月工资，也就2024年欠薪欠了5个月了。2024年医保、社保这些保险都没交，欠薪欠了5个月，你说已经困难到什么程度了？第三个是2025年1月15号之前支付2024年补贴福利及12月工资。第四个，成都公司的剩余资产必须优先支付成都公司员工薪酬，包括且不限于工资、福利补贴、社保公积金、报销绩效年终奖等，不得用于其他城市公司，由成都市主管部门监管。你看，你这不是要搞地方割据吗？把成都公司的这些资产留在成都，那合着他总部他调动不了那每个区域中心的公司都这么干，那绿地不就四分五裂了吗？第五个，如未按节点兑现，全体员工有权采取全员罢工，包括且不限于全体员工采取任何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后续造成的任何后果由绿地集团承担。什么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义夫奋臂，举词同声。下面好多人按手印签名。你看看绿地到什么份上，困难到什么程度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推断这个绿地是中国房地产公司里面不算好也不算差的，它不算最困难。毕竟到现在为止上门讨债的，对吧？那个查封的绿地还没那么多负面报道好像总之比那个融创也少，比万达都少它虽然已经爆雷了也就是说绿地不是房地产公司里面最差的。你看看都已经员工维权了，欠薪欠了5个月了，社保欠了1年。你看就这样，这媒体还闭着眼睛吹什么房地产公司拿地，什么房价上涨，大家恐怕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个企业工资一般是最后欠，就是它可以先欠货款，拖那个应付账拖，然后工程款，对吧？各种应付账款它拖，然后呢银行贷款它到期还不起，它跟人扯皮，延期、展期，对吧？各种借款融资，它一般先拖这个，实在不行了最后再开始欠工资。反过来说一旦一个公司连工资、社保都开始欠了，那说明它前面已经欠的非常多了，非常难。那大家想一想，恒大、碧桂园、融创怎么过来的？年底了，这些员工要过年要钱，恐怕这样的事会越来越多。所以在我看来咱们的房地产问题是越来越严重，没有得到什么缓解，要不然怎么传出万科又不行了呢？要不然怎么是会恒大1.2亿的债权，起拍价1块钱，对吧？这些都充分说明房地产这个行业没有起色，是越来越难。所以这些媒体中介不要瞎忽悠，房地产怎么可能好起来呢？那只有韭菜拿着钱跑步前进冲进楼市，那只有这种情况房地产才能缓过来，这些开发商才能喘口气，否则这些开发商一个个的都因为资金链断裂窒息而死这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房子卖不掉我们再看看专家是怎么看待年轻人买房的。这个中国经营报他刊登了一个这个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经营报采访了他，其中他就谈到了年轻人买房的事情。这个贾康说年轻人买房该出手时就出手，有点像水浒那个好汉歌是吧？该出手时就出手他说对于年轻人而言，如果打算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想的住房，现在应该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动态，该出手时就出手，因为市场常常会出现一个心理临界点，来自公众普遍的买涨不买跌的心态。一旦错过这个临界点，购房者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才能购得心仪的房产，因此年轻人需要审时度势。如果是用自己的钱买房，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当然对于美好生活向往是很重要的。这个贾康说的我觉得一半我支持，还有另外一半我不太支持就是他说年轻人你自己有钱，自有资金，什么意思他没让你贷款如果你自有资金，他说你该出手就出手，这个时候他是没说错你这个就是满足
美好生活向往很重要。就是你有钱，那你不买房干什么？你准备留着下崽儿是吗？你那钱你不买房，要么存工行，你要投资可能对吧，连本儿都没了。你要创业也是本儿都没了。你买个房嘛，好歹还落个房子住啊，刚需嘛，对吧？你借给朋友了，朋友去投资去做生意赔了，你反而把人害了，对吧？你要不借这钱，人家做不了生意，人家不支付负债，所以这个钱在你手上都是祸害，对吧？你买个房子没毛病，这个前提啊都是刚需啊，对吧？你要住更好的房，不是炒房。但是即便这样啊，我也是建议啊，北京、上海、深圳的这些地方，你如果钱合适啊，你该出手就出手，你不能等他说跌到什么时候，这个事情很难说，它也有可能涨，当然它也可能跌，它也可能拉锯啊，拉很长时间。那你说人生有几年？你说要等个5年，最好的时光没了，对吧？所以说你经济条件容许，你抗风险能力够的话，我觉得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你可以买。但是其他城市啊，你就是刚需，你就是有钱，我建议也可以等一等。我为什么说甲康他有的地方说不对呢？他说买涨不买跌，这个说的太对了，买涨不买跌，这大家的共同的心理。但是啊，我们作为韭菜，不要老想着买在最低点，咱们总想抄在最低点，逃在最高点，那是理想状态。作为一个韭菜啊，应该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咱们叫右侧交易，右侧交易就是说，你比如说啊，那个很多2线城市，南昌的房子，它现在还在跌，郑州的房子也在跌，它现在新房跌到9000，那你哪知道它跌到多少，对吧？这郑州跌的已经够多的了啊！你像杭州现在新房3万、2.8万，你买不买？2.5万呢？2万呢？你不知道它跌到哪，你什么时候买呢？你应该是等到它跌到2.5万，它不跌了，横盘完了之后还往上走，这个时候哎，差不多了。虽然你没买在最低点2.5万，但是你2.6万、2.7万买的也没多少，这个叫右侧交易，这样保险安全。它能从2.5万谈到2.7万，一定是经济面发生变化了。我说的这种情况，否则的话都可以等，因为现在这些城市它所有的牌都打完了，它就没有招了。在我看来，明年它只能自由落体，要么就是它发购房券，过了2月，对吧？这些地方就要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所以你得分情况，分你所在的城市。这个有媒体报道啊，说3季度中国的结婚登记数下降了25%，这是自从有统计数据以来跌幅最大的，这是同比跌幅啊。今年3季度比去年3季度结婚登记人数下降25%，就下降了1/4啊，这什么概念？那就意味着这批这个小孩啊，那至少少1/4。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结婚了，结婚的越少，生孩子越少，人口出生率啊断崖式下跌。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拿什么来支撑全国的房价？你现在只能说集中力量支撑1-2个城市了，2、3个城市啊，那房价也可能稳得住啊。其他地方你拿什么撑？它都得像鹤岗一样，因为首先面临的就是人口在减少，人口在一方面减少，一方面还流失啊，它往大城市跑啊，还有往国外跑的，所以是不是人口加速流失？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指望着房价还要翻倍，这个想法多神奇啊！通过这个最近的统计局给的数据，它明显的就显示啊，3、4线城市的房子已经集体被抛弃。说集体啊，鹤岗话都不算过分啊。3、4线城市的，你就知道它冷到什么程度。11月份啊，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8188万平米，同比上升3%。通过监测的40个城市数据来看，这40个城市主要是1、2线城市啊，对吧？这个北京、上海、深圳，再加上这个省会城市啊。11月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1732平米，达到17个月新高，同比上升22%。所以根据这个数据啊，你可以推算出来，就是这些1、2线城市之外的，在政策对吧救市的情况下，11月份3、4线城市新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1个百分点。那就我们分开算，你把1、2线城市单剔出来，剩下的城市一波跟去年比，这个3、4线城市就剩下的它新房销售面积是下降了1个百分点。这个可是啊9、10月份那么大力度的救市，这是销售面积。再看这个价格啊，11月份全国新建商品房新增销售面积8188万，环比上涨7%；新建商品房销售金额8270亿元，环比上涨3.7%。你把这个面积对吧，金额除面积就是销售均价，这个销售均价环比下降4个百分点，这是全国的啊。然后呢，同样的1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2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4个百分点。那全国是降了4个百分点，1线城市没有降，反而涨了；2线城市只降了0.1%。那剩下的那么大的跌幅是谁造成的？也就是说啊，3、4线城市销售均价是暴降，这是推算出来的。也就是3、4线城市不仅成交量下降，房价也大幅度下降，这叫量价齐跌。这个是新房市场啊。那二手房市场呢，那就更明确了。1线城
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个百分点，涨幅与上月相同。二线城市二手住宅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降幅收窄0.2个百分点。三线城市二手住宅环比下降0.5个百分点，降幅收窄0.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1、2、3线市这个城市中啊，三线城市房价跌的是最狠的二手房啊。所以现在啊，媒体中介不聊3、4线城市，只聊1、2线城市，因为3、4线城市没法聊。有很多人说我们家县城的房子好像价格没降，对呀，因为它没有成交啊，它都已经冻结了。意味着你要有房子，你真想卖你卖不掉啊，你降价都不一定卖得了，没有成交。你看啊，3、4线城市无论是新房、二手房，量价齐跌，而且还是加速下跌。这就是我说的，年轻人对吧？你有钱买房，你在北京、上海之外的，你可以再等一等，对吧？等到明年再看一看，因为它正在下跌啊。而且啊，3、4线城市你最好是买一套刚需，花少量的钱去买，不要把资产放在房子上面，因为你不知道它跌到哪，你不知道它会不会跟鹤岗一样，关键它没有流动性，对吧？它已经没有金融属性了，只是住的功能。咱们中介啊，还有媒体一直说啊，还有专家也说了，北京、上海放开，然后北京、上海涨，带动2线、3线、4线涨，这就是做梦啊！这3线、4线城市不涨，反而还在加速下跌，哎，这反而是我们说的虹吸现象。你北京、上海稳住了，那就意味着更多的城市啊遭到抛弃。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